拜上帝无？有无？你有真欢喜，用高跳的心来到伫即个殿院内面，有无？赞哦！来，咱今仔日黄牧师甲咱应甲足高水的吼，有，咱拢要用虔诚有准备的心来遮，互咱的上帝看咱有缘投无，有水无，有乖无，对无？食张了，对，赞。所以感谢主吼，伊90外岁的年纪高龄，还佫会当伫遮甲咱三甲敬拜上帝。当你若想到遮的时阵，你来到伫即个殿院，你的心有真欢喜无？咱会当甲迄个抱伫怀抱内底的囡仔，会当甲一个真年长的长者，伫即个所在做伙来敬拜咱的主。咱要用欢喜快乐的心，用虔诚、用准备的心，全心全人全意伫即个所在。我请咱兄弟拢用安尼的信念来三甲敬拜咱的上帝。好，咱来吟第一首的诗歌是547首，547首。求主带我甲你同行，谦顺服侍人类路途，互我学你有力通担一切着磨艰难困苦。咱来吟第一节。好，咱搁来吟第二首的诗歌是163首。听堂圣神，愿欢迎你。
行伫阮的中间。你要真做阮的保惠师，引带阮、带领阮，互阮逐人拢会当伫即个所在享受着主你恩典满满的同在。主，阮感谢你，将所有的交托伫你的面前，献上真做芳芳的祭，愿你感纳。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各位兄姐平安，感谢主，互咱各位会当来到伊的圣殿来朝见伊。只是请咱用敬虔的心来敬拜咱的上帝。恁着感谢上主，求叫伊的名，伫万民中报用伊的作为，着对伊吟诗，伊唱歌学乐，谈论伊一切奇妙的所做。即时，请咱做伙来赞美上帝。圣诗163首，听堂圣神，阮欢迎你。咱请兄弟起立来吟全首。我
坐。即时，请咱同心压头来祈祷。创造天地全能的阿爸爸上帝，阮满心感谢你，感谢你，互阮放落一礼拜的忧烦甲重担，带着平安的心甲安静的灵，来到圣殿来亲近敬拜你。阮一路会当欣赏青翠的树木，充满色彩的花蕊，天顶那些平稳的云彩。阮用心会当感受到温暖的日头光。这拢是主你奇妙的创造，拢是阮每一日上水的恩典。阮要万百姓来报用你奇妙的作为，用诗歌感谢学到你无煞。主，你并无应允阮未拄着困境，但是你应允一直甲阮同行扶持阮。尤其阮伫适应的幽谷，阮的软弱甲惊吓，拄好献主你的大能力。若无遮的苦难，阮不是会骄傲；无遮的坎坷，阮不是袂去体贴安慰歹命的人。好佳在有遮的苦难，阮的心才有丰富的经验来成做别人的帮赞。虽然有时我会软弱，但是阮愿意用谦卑、感谢、祈祷的心来调见主你的旨意，就是为着要成就主你的荣耀。主啊，求你赦免阮领达回应无公义的代志，赦免阮找理由推辞关心有需要帮赞的人，赦免阮过头看重金钱甲名利，阁常常自夸。阮惊别人看见阮真实的家己，甲阮的软弱。但是主，你的怜悯悬过阮的罪过，你的慈悲悬过阮的软弱。你教示阮彼此相听，互阮结出信心的果子，互阮伫失志的时阁较有信心，伫困苦的中间来阁较坚定甲顺服，危险中间有较侪的勇气甲智慧来面对。今年是公教会设立70周年，求主带领所有同工同心，为着教会圣工来服侍。求主亲自束缚看顾，互阮看见侪兄弟同工，无论是年长也是青年人，拢愿意确实来回应你的呼召。也求主带领阮逐项的事工，互拢会当体验甲主结连的甜蜜，独独看见上帝恩典，较赢人的欠缺。互阮带领搁较侪人来明白你活命的道路，正做你的门徒来跟对你。最后，伫阮中间有失去亲人的，求主亲自安慰因，拭干因的目屎；伫阮中间有身体病痛、心神软弱的，也求主照你的旨意完全来医治因。阮人甲人中间有破碎关系的，也求主用疼来帮咱恢复。感谢主，今日你透过牧师来传讲信息，愿信心甲阮三个弟弟，互讲的甲听的，白白得到利益。阮安尼祈祷无够用，爱用主教示阮的主祷文来祈祷。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过犯，亲像阮也赦免过犯的人。无伫带我入去，就叫我脱离迄个歹，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接续，请咱做伙来交读启示文，启示文第60篇，也就是哥林多前书13章。我来刻，也做来用。我若袂晓讲人的语言，甚至天使的语言。
我若有传达上帝信息的文书，我若有教业的信心，通移山倒海。我若摕所有的财产去救济，也是献身躯互火烧。仁爱是宽容，有仁爱就袂嫉妒，袂做见笑的代志，袂快受气，袂爱不义，仁爱会包容一切。对一切有毋忘，仁爱永远存在。传达上帝信息的文书是暂时，咱所捌的有限，毋过迄个完全的一会来。我做囡仔时，讲话亲像囡仔。当我已经成人，咱现在亲像照镜伫看，模模无明。我现在只有知一部分。安尼是毋忘仁爱，这三项永远存在，其中上重要的是仁爱。接下请咱做伙来交读信心。信心记载伫米迦书第6章第60到第8节，搁有哥林多前书第9章16节。米迦书第6章第60到第8节，哥林多前书第9章第16节。我着带什么就近上主，带什么来敬拜至高的上帝，兼着用烧化祭，也是一下牛仔来就近伊。上主兼会欢喜清清食的羊，也是慢慢调的溪的油。我感着为家己的罪过献大囝，为我的罪恶献我的亲生囝。人啊，上主已经有指示你什么是好，伊要求你是什么，就是实行公义、心存慈悲、谦卑，甲你的上帝做伙行。我传福音，并无什么通夸口，我是奉命得传。我若无传，就有灾祸。圣经读到这，愿上帝赐福伫咱在座听伊的话语，搁照安尼行的人。这是咱邀请小诗班来赞美，因所要赞美的诗歌是幸哉幸哉幸哉。
现在，现在，现在，我的心神啊，你着称赞上主，你着用全部的心神来学罗伊的性命。我的心神啊，着称赞上主，唔通袂记得伊一切的恩惠。咱感谢小诗班献就遮尔水的歌声。今日咱邀请黄宗建牧师来讲道，伊所要进读的题目是“甲你的上帝三甲行”。咱将时间交予黄牧师。各位兄弟大家平安。今仔日是文字时光奉献主日。真欢喜，搁一摆来甲咱公园教会，甲大家来敬拜上帝。伫去年的12月初7，台湾新航医奉献主日的正道第一摆来甲咱公园教会，感谢上帝美好的安排，互咱今仔日高三甲主集来领受上帝的话。今仔要用甲你的上帝三甲行这个主题。继续来补充顶摆分享中间因为时间的关系未完全的两个细节，而且要用弥迦书6章第6节甲第8节，甲你哥林多前书9章16节两段的经节，继续来探讨上帝伫咱的头前所引出来天路历程，也要来向大家分享文字传道这个事工伊的重要。甲伊的辛苦的所在，我希望咱大家做伙来为着文字事工的圣工来关心、来代祷、来奉献。咱三个阿头来祈祷。天父，阮的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的美好旨意，恩准阮今仔日文字事工奉献主日搁一摆，来甲你的脚前。来敲吹你的激励、甲启示。主啊，公园教会是以你的性命所设立的教会，你必然复兴这个教会，成做光，成做盐，成做福音的出口。祈求圣神降临，自由运行，互阮听的、甲讲的，常时来得到感动。祈求圣灵。圣神光照，互阮的灵粮来得到饱足，互阮力上加力，气力满满，成做基督的尖兵，互福音来广传，互万民来得救。阮将所接的信息恭敬仰望，求主保守带领，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去年的正道，咱有分享，对原本信观世音的民间信徒，上帝伫我的骄傲甲愚妄的顶面来彰显伊的大权力，互我来认捌伊。所以伫2011年的4月17，我开始看圣经，一直到2022年1月11，取得牧师资格。安尼拢总11年的期间，上帝亲身甲我带领甲引带伫顶摆的分享，拢完整甲大家报告。那么
今仔日咱要用甲你的上帝三角形这个主题来补充顶摆因为时间的关系，未完全的两个细节，要用弥迦书甲哥林多前书两段的经节，继续要来探讨甲上帝同行的这个天路历程。搁一摆要来见证耶稣基督的疼，嘛要来向大家来分享广播社的圣工对咱基督福音的传扬伊要紧的所在。首先，这两个细节，第一个就是彰化田中高铁车站迄个招财工程，因为我进前伫社会，我是做工程，招财工程，招财这个涂骹，这个招财壁，迄招财。上尾因为迄阵啊去新人院考去先修班去新人院的时，就即个合约就落来啊。所以讲考调新学研究所的时，就办休学来两年的时间来完成即个合约。即个细节就是甲即个田中车站。迄18类的回蕊条，迄18类的回蕊条，你若 Google 看，你会看会到。伊对涂骹站开花，开出去 skyline， 开出去外台顶，伊安尼开，超过18米，特别19米拢总的悬度，伫迄个所在18类。咱台湾高铁对北甲南。甲他可能不止10个拢总的车站，干那田中车站有遮尔大的装置艺术，其他的车站拢无。你若 Google 你就看有足水的，迄足水的迄个安尼开出去。因为这个我本来包的是石材工程，做壁甲做涂骹，无做这涂水，这是涂水的工程，甲帮模的工程。这18类是伫工地，伫田中站4站更无现场空起来，一站的更无2个人悬，4站44、16，一站差不多4米通44、16、16米，佮通一寡差不多拢总18米外，特别到19米，安尼的悬度。因为伫悬的当中，前3站拢讲啊足水的，足顺的。第4站去走的，第4站走一尺，差不多30公分。走去了后，这个帮无包，伊看讲害啊，这伊负担袂起，背袂起啊，不得了。涂水的嘛讲这抹袂起来不得了，怎啊这2包怎啊落跑？因为我甲这个甲方这个联合承揽。这个甲方伫嘉义高铁太保站，阮捌合作过，所以伊知影我真负责、真认真。所以讲你都包石材，无迄包走起来，你毋着先煞涂水嘛有咧做。我迄阵就是已经捌煮但是佫无够敬虔，无够尊主为大，无够敬省，无祈祷。我就甲讲因为想讲这我做20-30年的专业工地尔，这较有啥物大不了？我就甲讲好，就甲接落来。结果迄个细节的无去要伊，本来伊迄是3度空间的线，伊安尼开，这条线，这条中迄条线走到第4站的是走去，本来讲的是讲涂水包是死仔个甲扣的就好结果尾也讲迄条线要扭顺，这声就食力因为伊走一尺，迄都毋是涂水的，迄做结构结果已经迄阵讲无详细，变做互甲方甲徛。我想讲咱就基督徒，咱既然包咱就甲做好，就想讲好，就无得来做结果毋是做的问题，10几包涂水包。10几包师傅包来，因为伊迄个是安尼等的，所以伊嘛无法度搭计。所有的作业拢是高空作业车，
啊爬起哩，搁落来，爬起搁落来。啊，所有的有10几包师傅包来，掠袂好势，拢袂通过，来一工就走。甲10几包，我袂记10几啊，阵啊拢无包，拢无人通啊做。我迄阵啊怎适时的讲啊，无祈祷，也无求上帝的恩赐，啊，即声做袂起来啊。有一暗11点外，我伫田中，阮租厝伫咧车头前遐，我当敲电话予伫桃园，我住桃园，伫桃园的牧师娘，迄阵啊是太太。我当敲电话，伊叫做阿辉啦。我讲阿辉，我看吼，咱来走来比起来，啊无就来死死的。因为什么事啊？遮严重？因为咱做生意也是做工程，你输赢20-30万，甚至200-300万，拢还佫会使控制，拢是有输有赢嘛。做生意、做工程本来就拢有赚有了，有输有赢。啊，伫迄个范围内，几千万的工程，200-300万拢还好。但是这个问题是啥？这个问题就是讲，咱高铁本来有7个站是已经进前已经做好开通车了后，尾啊，这个咱苗栗的大山、彰化的田中、甲云林的虎尾，这3站是尾啊较细站，尾啊再搁做。啊，所以你3站做了，爱同时通车。啊，若因为讲这18日火车跳，我袂好势。啊，若这个工程袂通车，要灌伫我的身上，遐拢总19亿，毋是180万，毋是19万，180万千块，毋是19亿，我负担袂起。若要迄个要挂伫我负担袂起，所以我就甲阿辉讲，咱来死死的，啊无就比起来，迄无法度负担袂起，因为无人我都做啊，啊，佫讲袂通啊，甲方佫压力佫来啊，你咱伫工地的迄个 schedule。迄个时间的控制足要紧，足紧张的。啊，结果阿辉伫桃园迄边，伊电话中阵啊放声大吼，伊讲我一个基督徒，我认真负责伫遮工地咧做咧执行我的合约，我啥人都爱立起来，我祈祷。啊，我迄阵啊无遐大的信心嘛，大家嘛知影我会认捌上帝，是阿辉伊伫后壁祈祷来，大家若迄。旧年又来知影我安怎信上帝，一班师傅班来，来做佗会使，来粒，爱去要刷工去互迄个工程师刚来看，请来看，安尼可以，啊可以，我就感谢上帝，跪落来感谢上帝，讲主啊，你听阮的祈祷，你差派这个天使要来帮助阮来完成这个合约。啊，就是牧师娘祈祷啦，啊，就真欢喜，啊，就等去准备，结果2-3天佫无来，我安尼毋来甲看卖，啊，田中是伫山边，啊，因的工地伫海边，伫鹿港，啊，阮就去甲看，啊，结果报到蒙阿波，伊伫蒙阿波的土水西，蒙阿波土水西叫做土公啊，我毋知恁知无？土公啊，就是伫蒙阿波掠迄个人的梦园啊！啊，你知无？咱咧包括咱教会，咱拄啊装修好势嘛。这逐块物件拢是按图施工，你知无？照图行啊，图一笑一米，就照迄个啊，伫什么所在对倒去偌久啊，就到。但是这个蒙地的这个蒙园，因咧做迄个蒙区哦，那是设计师手画的示意图，你知道？他没有尺寸的，不是施工图。因的3D 观念足强的，你捏好的，你甲画好水水，伊就照那个你捏出来。所以伊有法度甲我迄条3D 的迄条已经走一笑迄条线，用结构佮填出来。水水，恁即马来，恁礼拜刷你个 Google 你就看，足水啊！但是足水是水，咱即马都要知影，上帝是伫18里跳掌管，阿妹嘛，啊都伊都无来，阮就去甲看哇，原来是蒙阿波的
涂水工，啊，阮就甲问讲哪会无来？啊，就看阮去，啊，就诚好咧讲，啊，就迄天去，啊，囡仔因为伊比我较侪岁，伊即摆可能70几啊。伊讲囡仔有去看，伊讲危险。迄高空作业车拢安尼愈爱伊较侪岁啊。迄阵啊，我50几，伊60几啊。伊讲阮的囡仔都无同意，讲迄伤危险。啊，因伫蒙阿堡的工钱就足悬啊，因无需要去趁迄风险遐大的钱啊。啊，结果因是讲啊，阮都头家娘，诚好咧。因讲无来问神啊，你知无？民间信徒有拄着代志拢母娘有无？跋杯有无？啊是讲啊因囝都无同意，啊无来跋杯，无杯。伊讲较跋都无杯啦，毋敢去，袂当去。阮听一个，怎啊摔一个，心肝足艰苦，怎啊足酸安尼？阮怎啊无你搁看卖啊啦？吼，搁看会使，思考看会使来斗相共。啊，阮怎啊离开了后，阮两个伫车顶沿路，怎啊用淡的祈祷？咱知影咱祈祷有两种的，一种大的，一种淡的。大的祈祷若无够，咱就用淡的。阮两个规路用好的，无法度，无就爱甲伊死啊！一直好，伊个求讲主啊，你著热因的心，互即个师傅会当石心变肉心，回头来甲咱帮衬，佮热因无娘的心，互伊想飞。啊！伊直耗顿去，沿路迄要几点钟？40、50分哪有啊？结果祈祷2、3天了，佫打电话来讲要来啊！哇！感谢主，佫跪了讲主啊，你真正是佫活佫真诶主，你拢听阮诶祈祷，你教阮三角地地，啊，就来做。啊，迄阵啊，拄啊伫2015年诶过年前甲过年后，安尼差不多2个月时间，甲18个回力条安尼完成。逐类做一类验一类，做一类验一类，验收了完成。完成了后，因工区其实头款的啊，规班人款的要办事回调啊，要回调，要转去了后，怎啊款的来阮的面头前，甲阮讲会当的。啊，我阵啊是头家叫我当的。你敢知阮谁啊搁来？讲毋知呢，阮就拢祈祷。伊讲。阮看恁两个翁仔某来接生意吼，啊，无法度甲恁斗相共吼，啊，恁要走迄个行吼，伊心肝足艰苦，足酸了。讲伊阵仔想讲，啊，无过来跋杯，想杯，阿免嘛。所以讲，他拄啊才甲即个姊妹咧讲，咱毋通去摇伊。祈祷的力量超过咱的想象，啊，所以阵啊，这18类来个完成，啊，所以这就是亲身经历要来见证，上帝是甲咱同去同行，你只要甲祈祷，伊是听咱的祈祷，伊会应允咱的祈求，哦，啊，所以讲，但是伫这个过程，啊，受遮大的阻碍，甲阻挡。伊是伫我20-30年的专业的顶悬，甲我拍倒伫涂骹，险啊讲死去呢。但伊佫找歹天使来甲我解救，啊，阮就想讲啊，安尼上帝不喜悦，伊可能无欢喜，我佫转去台南市人伊佫复学，继续来受造就，啊，阵啊去开学堂刷冰，古早味学堂刷冰，我会晓控蚵仔。红豆、大豆、绿豆，什么豆，我拢会晓控。因为阮有迄厝诶有啊，足到底诶，足好食，正乌糖诶。啊，因为阮阿辉伊一个姊啊，住台南诶桂林嘛，我就伫桂林遐开一个，迄个下晡市遐开一间，即个乌糖串冰。啊，因为好食，啊店头佫整理甲真光鲜，生意足好。但是生意足好，身体足歹。我的太太阿辉，日时扫袂停，暗时困袂去。生意足好，无体力通啊顾生意。总啊想安尼毋对，
怎啊佫祈祷讲安尼，上帝无欢喜，伊啊咱佫转去完成带来世人的造就。所以就安尼，就讲安尼无来甲顶让，来甲顶让。啊，因为隔壁一个做牛排馆的一个妹啊，因迄规邻社区有迄个 Facebook 有无？啊，阮就无去广告啊，阮甲隔壁妹啊讲，阮就袂歹讲，啊，你甲阮牵一个啊，阮要顶让的消息。啊，要顶让的开始迄天的前一暗，怎啊甲规邻的长老怎啊伫遐祈祷讲求主，互咱即个顶让会使顺利，会使脱手。啊，你知影咱咧去，咱咧装潢一间店。你咧去的时，逐项拢要新的有无？迄拢钱呢？啊，你若要顶让的时有无？迄有当时啊打对折，有当时打甲骨折呢。啊，所以阮就算的讲几十万，算的情况，阮也按算讲啊，无要紧啊，都有上帝若引出人来甲咱办吼，啊，咱就让手。啊，结果第二天足紧的，第二天早起9点外就一个来啊，一个开始就要。讲有兴趣，啊有兴趣来，就是要讲介绍对无？开始要抬对无？第二个过来，怎嘛要搁讲啊？第一个怎甲我揪的，手甲我揪的，揪到后壁怎啊比5000有无？这5000定金，你莫搁讲啊！我无爱抬啊！几啊十万我一箍拢无，1.50拢无抬，等于无了。安尼上帝有听咱的祈祷无？阿妹嘛，上帝是毋是甲咱同去同行？所以讲一摆一摆经历，我经历这10几年，经历太侪摆，一直到即马拢还阁来到香山第3年啊，嘛是还阁咧经历上帝的同去同行。啊，第二个细节就是这个竞选的问题，因为2012年，我2012年一直开始读圣经嘛，2012洗礼嘛，2013我就去新学院啊。就去新学院读迄个先修班啊，啊，到2015再个一路再个复学嘛。啊，新学院后壁，伊个礼堂后壁有一排经文：回你选我，乃我选你，明你结识，以实行者，即托我名求悲者，可恕你。这是1843年开始翻译，到1858年15年的期间。全书出版的这个叫做伪版译本，文言文的中文的圣经，约翰福音15章16节的经文。这个伪版译本可能是第一本，若毋是第一本就第二本。迄个圣经翻做中文的中文圣经，迄阵这是文言文啊。啊，伊的意思就是讲，毋是你竞选我，是我竞选恁啊。派恁去结果子啊！恁的果子拢定定存在，奉我的名，恁若向白求什么拢要赐互恁。啊，这就是约翰福音15章16节的经文。啊，所以新学伊即句经在是新学生呼召的经文，因拢是上帝呼召，所以本身新学生去新学院造就，就是上帝呼召。但是我进前就甲大家报告过啊。我去新学院是要读圣经去研究这本册，我毋是要去做牧师，所以我迄阵是文学研究所。文学研究所毋是大学硕士，文学硕士就是伊是要读圣经尔，无要牧会。啊，所以讲我一直来就是感觉讲。是我要家己去新学院，毋是上帝呼召。所以这个经节啊，大家新学院去到新学院，男性拢是这拢是呼召的金句。但是我迄阵一直讲，这跟我无关系啦。我毋是呼召，我家己来，毋是这跟我无关系。一直甲从头拄啊分享，甲顶摆分享安尼，经过定塔塔，我才感觉才知影讲哦，毋是我家己来，是上帝呼召来。若毋是上帝的竞选，无法度行遮远。所以阵啊，甲阿辉、甲我牧师娘阵啊讨论讲，啊无咱阁转来复学，而且阁对神学研究班
专系该道学硕士，所以诚做专职的传道人。其实伫即个整个受造的过程，我抑阁是定定咧问，到我去到文山台北文山教会做传道啥，嘛是抑阁定定咧问，到底这是我家己的意思，还是上帝的旨意？主要就是讲，一开始就是我家己要去的，都还是很怀疑。其实这个疑问、这个疑问，我相信在座各位嘛，真侪人会去想到，讲啊，这是我的意思，还是上帝的意思？定定拢会去想。不过天下万般，拢有上帝的时甲期啊。上帝的意念毋是咱的意念，上帝的道路嘛毋是咱的道路。天下万物拢有上帝美好的旨意，一时之间咱袂当完全了解，甲上主立理的奥秘。不过咱今仔启用文，咱就启用过。咱对镜咧看，步步无明。到迄当时，咱就当头对面，咱就完全了解。甲上帝知影咱咱安尼共款完全了解。所以，我即马上大的感动就是。咱也有够顺服，有够谦卑，安尼，伫你脑海中所闪过每一个念头，拢是上帝的意念。伫你的眼目睭中所闪过每一个镜头，每一个景象，拢是上帝的意象。阿免吗？重点是讲你有够顺服，你有够谦卑无？要安怎才是有够顺服、有够谦卑？咱伫今仔日，咱第一节的经节，弥迦书6章60到第8节，就互咱足清楚的引出，特别是第8句。世间人啊，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什么是好，伊。要爱向你要爱是啥物呢？是爱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甲你的上帝三角行。这就是咱今仔的主题。甲你的上帝三角行，咱华语叫做与神同行。所以咱知对旧约甲新约一贯，拢强调信仰爱活出生活，活出信仰。若无是无困难，信仰本身无困难，活出信仰，才互你的生命才有充满困难。其实毋若圣经啦，都真侪较正派的宗教，伊嘛拢强调。所以伫民间宗教，你定定听到人讲啊，信啥物拢好啦。所有的宗教拢是劝人向善。如果若是安尼，是毋是去做善事就好啊？卡得个信宗教，其实因口头上咧讲信啥物拢好，其实伊心内想的是我若行善就好啊。一般社会上一般的人，伊的社会伦理甲伊的宗教信仰，伊会分开来看。因较注重是迄个伦理道德，因想要做善事。对宗教、对信仰，伊嘴唇皮讲好，其实伊心内。伊无接受啦，倒转来讲，若一个人伊敢若有宗教的热情，但是伊无道德的行为无行出来，安尼就是讲信心无行为是死的。所以当上帝咧谴责以色列的背逆的时，对咱读到的经节第6节甲第7节，咱就看甲足清楚。上帝咧谴责。以色列人为家己咧辩护，迄个态度，这个态度就他拄啊弥迦书的先知，伊用自问自答，家己问，家己回答的方式，伊家己讲要献啥物互上帝，要献烧化祭，佫家己讲，也是讲一回小牛啊，也是千只的公羊犅、牛羊犅，也是迄个慢条的橄榄油，也是讲献家己的大囝。头生仔囝来赎家己犯的罪，拄啊，等下经节咱安尼足清楚来讲，
所以弥迦书的先知，伊足清楚，伊足了解当时犹太人的想法。无管是洗只牛啊，还是山羊犅，还是橄榄油，还是献家己的大囝，因拢要用献祭的方式来互上帝欢喜。因无打算要做好代志，无打算要做善事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为什么？因为他拄啊，咱经济的中间的选项，有要这还是要迄个，都无一项讲，还是我来做好代志帮助人，无嘛。伊拢干那想要献这献别项的物件，啊，就要来互上帝欢喜嘛。啊，这就是有宗教的行，无道德的行为，这就是标准的有信心无行为，这是死的。啊，煞接就是第八节，就是咱今日主题。耶和华上帝已经甲咱讲，啥物是好的？爱你行公义，好人民，尊谦卑，甲你的上帝三角形。这就是上帝对伊的子民生活要求。这嘛是咱正做基督徒，咱应该遵守的两个核心的准则。弥迦书伊照着这个回答来纠正犹太人的误解，不是讲你摕外口的物件、外来的事物要来献祭，就得到上帝欢喜。真正上帝欢喜的是你献祭的人，你本身，你献上你的生活，献上你的生命，来献上来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安尼诚做芳芳的祭。安尼才是上帝所欢喜的。想要用生活之物，要来互上帝欢喜，咱今仔若读这个经节，咱必须要了解，这个是大大的误解。包括讲，咱若干那逐礼拜都来上班，来上这个来做礼拜，安尼特别得到上帝欢喜，安尼嘛是真大的误解。我们伫这个经节，咱就需要好好来思考、来反省。啊，佫毋若安尼，咱遮所讲的公义，其实嘛是佫有真大的误解。一般的人感觉公义，敢若咧讲政治，不过圣经的公义咧讲的是生活甲生命。那像耶稣甲咱讲，手抓着头棒，青面佫看，摆开佫起来行，受压迫的得到自由。这毋是耶稣咧行神迹，毋是讲伊有青面佫看咧行神迹，摆骹迄个瘸腿几年的佫爬起来行，伊毋是咧行神迹，伊是伫心存怜悯行公义，伊咧甲咱示范安怎是伸手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包括讲，譬如讲，咱若要过12路口，一个无看见的，脚关在伫咧哭的，你若经到头笑伊一个，伊是毋是就青面？佫看过十字路口就足顺利，足济足简单的代，咱需要去思考。所以这个误解，咱会使理解。所以这个公义，毋是咱人的公义，这个公义是上帝的公义。这个公义毋是咧讲政治，嘛毋是图谋个人的利益。这个公义是耶稣所甲咱教示的，迄个疼厝边，敢若疼家己，爱人如己，这个疼心。这个才是上帝咧讲的公义，也就是保罗捌甲咱讲的，万事拢互相效力。你就是讲去抱着迄个怜悯的心，伸手去帮助苦难中无助的人，还是去陪伴迄个孤独无依、需要安慰的人。这实际行动，这是上帝看做是好，这是上帝爱咱行的公义。接续重点，就咱来看讲安尼，若讲到安尼，咱是要安怎行这个公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是一个先知性的教会，过去的历史，相信各位这个信仰的前辈，可能拢比我更加了解。咱是定根伫本地，一直拢是回应上帝呼召，甲社会需要，就是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核心价值。150年前，这个
中国这个通商的口岸陆续开放了后，耶稣基督福音从啊进入了中国甲台湾。迄阵啊，伫南部马雅国、巴克勒，北部咱有马街、孙雅国，中部咱有南台北、梅干木，足济，算袂了的海外的宣教师，因搬远渡中洋遐尼远的所在，漂洋过海来到台湾来讲传福音，因是伫传福音的过程，拢是以实际行动来填补、来补填、补平。当初是迄个每一个时代，伊时代欠缺甲需要，所以咱看到，伫迄个医疗欠缺的年代，因建立了足侪医疗的体系啊，包括淡水马街牧师，伊为着人喙齿痛，无医生通医，伊去学扳喙齿，当总扳21000起，这21000起的喙齿，伊设立了60几间的教会。啊，这个宣教师前后有设立了台南新楼病院、台北马街病院、中华基督教病院，啊，佫足侪较细型的病院。啊，伫迄个教育较无够的时代，嘛建立了足侪新的这个教育体系，包括台南新人院、台南有台南新人院、中英、中学、中学、中央大学。啊，佮台南新人院会使讲是台湾第一间西式西洋式的这个高等的学院啊。啊，佮有台北阳明山的台湾新人院，啊，佮台中的东海大学嘛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大力这个支持才成立的。这拢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伫这块土地付出爱心。甲对这个台湾社会讲的，拢是针对社会的需要。当然，这是真久以前的代志。啊，来即马台湾需要什么？即马台湾上要紧的就是人口快速老化。去年65岁人口超过20%，已经算超高龄社会。5个人中间就一个65岁。根据伫2020年。金周刊伊的报道，台湾有300万户有面临迄个孤独死啊。日本叫做无缘死啊，就是你死了无人知啊，死到发臭啊，人个闻到迄种的啊，有遮大的危机啊。300万户，咱即马需要带病床的超过50万。超过50万的长辈，伊需要有病床通住，还是有迄个安养中心通住。所以这个是一个你的囝离世世离开身边的世代啊。啊，长照基金无够，因为迄是滚动式的，伊无固定的预算，所以这个问题是台湾目前上较迫切的问题。咱应该全力去发展，亲像双联病院、双联教会。伫淡水三支所设立的迄个自在性的、主体型的这个安养甲养护中心啊，来陪伴遐尼济的老大人，伊孤单无伴的困境啊，这就是我所看到，耶稣互我看到的异象。所以耶稣甲咱讲，爱孤单的人去得到陪伴。啊，其实孤单的人即马来甲看，嘛毋是干那侪伙人。足侪少年人嘛真孤单，嘛真需要人陪伴，所以我感觉总会应该爱学咱早期来台湾这外国来宣教师安尼克服所有的困难，吼，伫每一个中会制定迄个执行的方案，来落实迄个主体型的长照迄个安养，甲迄个养护的。这个方向来做，对这个方向来努力，来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去陪伴伤心、孤单的人。传福音不是用讲的，要行出来，活出基督，
才有法度荣耀上主伫天顶的宝座。阿免嘛。以上就是2摆，包括今仔日的分享，甲顶年的分享10几年来，我捌耶稣了后所得到，迄个教育佮有存的恩典，啊，甲迄个所看到的异象。去年甲大家报告的是一路引带的恩典，今仔日分享的是一路甲上帝三角行所领受的异象。那这个救恩，互我真迫切，要甲我所领受的爱传扬出去，互搁较侪人来知影遮尔好的代志，来宣扬上帝甲耶稣的救恩。啊，安尼的异象必须要落实，必须要实践出来。就像保罗伫今仔日咱第20的经文讲的，我传福音毋是啥物通夸口的，是我不得已的。我若无传，我就有灾厄啊！啊，这个灾厄毋是讲咱伫世间讲你犯啥物罪，爱去用来关的灾厄。这个灾厄是讲，咱若无将耶稣甲咱救赎的这个好消息传出去，咱若无将耶稣互咱的异象甲付诸行动，安尼是辜负耶稣基督来救世人，要拯救世间人伊的美好的旨意。将来你若登到天顶，回到天家，你免来向天父上帝交涉，你免来向耶稣基督来交代。所以讲，咱成做基督徒，咱有责任，嘛有义务，将咱个人咱所经历的这个救恩，啊，甲咱的上帝三角形，这个美好的恩典，爱大大来向世间人啊来宣扬。啊，若无，咱就有灾厄啊！啊，宣扬这个福音，拄好是咱公报社啊，咱文字传教、文字工作，伊上界要紧的圣工，甲伊上界要紧的使命。咱讲到这，啊，咱来看一下公报社啊，今仔日咱的请安的底片，迄个短片。我是李正新，目前我是一位社工师，主要服务遐个伫渔船顶拍拼的外籍渔工。伫因对着困难时，我就是迄个陪伴因的人。同时，我嘛伫协助政府推动渔工政策。渔工朋友拢叫我爸杰森，爸伫印尼话是新生的意思，杰森是我的英语名。过去捌有远伫香港做事的渔工打电话来互我，求我斗相共。过去捌为着穆斯林渔工争取基督息，我心内真丢毒。身为基督徒，我有必要帮伊处理其他宗教的需求吗？一直到赖信箱牧师提醒我，耶稣服务人的时，敢会问对方的宗教背景吗？这句话互我感觉真见效。原来我的爱要带着分别心。对迄时开始，我学习转念，那耶稣徛伫遮，伊会安怎做？伫迄摆反省后，有一摆公报社帮社长来到大理舞会请安，社长鼓励我甲服务故事写落来分享。我当时推辞讲，我的文笔无好，写袂出水的话语。社长搭我的肩胛头，笑笑讲：“你负责写，后壁的代志自然会斗相共。”这句话互我勇气，互我决定用上简单的方式记录服务的一切，都到更新周刊。感谢上帝，透过公报社更新周刊，甲伊使用我所做的事工记录落来，互更较侪人看见上帝的疼。一直出现伫咱的身躯边。
台湾教会公报社出版的《经心周刊》今年满30年，这中间每一篇文章，拢是作者亲自领受上帝恩典的见证。目前每一礼拜印出10万份，是台湾发行量上大的福音刊物，鼓舞感动最人的心灵。无论是《经心周刊》、台湾教会公报、新眼光读经手册、少年新眼光读经手册、甜蜜亲子报、网络新闻，这每一年拢需要超过5000万费用的文字工作，拢是为着要帮助所有兄弟姊妹踮伫主内面结果子多多。愿咱伫主的听中间三结连，为着台湾教会公报社的文字事工，关心、带导、支持、奉献，愿主赐福咱大家。福音讲团一直是咱公报社一直在努力的圣工。拄伫咱影片中间，咱嘛看到基督徒的社工师，因为信仰的关系对社会的需要，伊做出了较好的贡献。啊，遮尔水的报道，就是咱公报社伊圣工重要的任务的所在。啊，这是其中的之一尔。啊，大家手中拢有一个。咱这个方兰亭社长、彭牧师，互咱的请安函。咱今年度的事工的总预算是5000万，啊，佫有遮济事工，后壁有遮济事工咧推动。详细内容嘛，请大家会当拨时间来甲了解，来甲明白。啊，即马公报社嘛是伫足大艰难的困境中间，继续咧推动。遮所有的事工，嘛恳请咱大家会当参像过去迄一样，安尼同心合力，为着咱文字宣教一个圣工，咱做伙来关心，做伙来祈祷，做伙来奉献。咱三个额头来祈祷。天父。你以世间人的形式来警醒世间人的行为，只是有的人捌，有的人还阁听无。主啊，你甲阮讲，袂记你背后努力向前，向着头前的标杆来走，就是要得到主上帝伫基督耶稣内底，互掉阮来得到的奖赏。主啊，阮感谢你今仔个话语，来把助阮灵灵的渴望，嘛求你赏赐阮有够个智慧甲气力，咱行出公义、好人敏、心存谦卑，甲你同行。主啊，求你帮助阮公教会会通阁带领。引带搁较侪毋捌你的人来到你的面前，来蒙恩受福，来得到奖赏。主啊，嘛求你施恩赐福，保守阮文字传道圣工，拢通顺利推展，成做福音的出口，互福音来讲传，来彰显你的救恩，荣耀你伫天顶宝座的性命。感谢天父，听阮的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这时，请咱做伙来吟回应的诗，信息547首，求主带我甲你同行，请兄弟起立来吟全首。
兄弟请坐。是咱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恩典，请书献的同工。请兄弟起立来唱奉献的诗。咱三家来祈祷，听阮天父上帝，主啊，阮感谢你所享受的恩典，感谢你所享受的一切资源，感谢你所享受互阮的平安甲喜乐。主啊，阮恳求你帮赞，互阮学习来遵探你的旨意，互阮知影安怎来照你的引带，照你的教示来行。主啊，感谢你，感谢你，互阮有即个福分，会当来献上互你。望阮的奉献会当成做你成功所用，愿你感乐，愿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兄弟请坐。这是咱请董理长老来报告。咱中间敢有新来的朋友？咱看人间较少吼。好，感谢上帝。今仔日是文字传道部的文字传道曙光的纪念主日吼，所以咱的牧师黄牧师是去伫德南教会伫遐分享，啊罗牧师是伫香山教会伫遐分享，啊今仔日甲咱伫遮分享的是香山教会的黄忠健牧师吼，咱欢迎黄牧师。再来第二项，咱对即个月开始吼，咱的黄牧师特别将主任牧师即个工课吼，迄个委托互罗尚明牧师去处理啦。就等于讲，对即个月开始，罗牧师伊特别做主任牧师处理主任牧师的工课。啊，因真正要交接是伫我前几礼拜有直接报告过，11月15，咱伫用圣经学院的所在要做70周年的纪念，啊，神刷互迄个罗牧师接咱主任牧师的工课，啊，黄牧师就要退任安尼，哦，所以各位兄弟姊妹，咱会当为着即件代志来祈祷吼。虽然还阁几个月啦，毋过这对教会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代志吼。
咱的牧师就是毋过大牧师就是对即个月开始，伊就开始那想实习啦。毋过大牧师已经来2年外吼，已经对教会也拢真熟啊啦，吼真熟应该是无啥物问题。所以即件代志一只报告，互咱兄弟姊妹大家知影，为了即件代志，大家伫上帝面头前，要为教会来祈祷。好，谢谢。再来我。我继续来报告。第3项就是咱主日学咧8月29到30号有一个升级营，对象是咱升小学1年级一直到咱升国中1年级的学生。费用是500块，有需要的小朋友会当来甲咱的陶师园姐妹来报名，还是扫咱旁边有这个 QR code 安尼。第4项就是咱今日下午1点，伫咱2楼有一个美比古的教师会，主理是咱的赖牧师。第5项是咱暑假期间，有办一个青少年的基要真理课程，有需要的青年人吼，就是阮国中开始一直到咱的大专学生，会当咱的赖牧师来报名。这个部分我第6项这个部分我来报告一下，就是咱定这个便当的原则吼，就是咱尽量伫10点半进前来1楼来登记，就是咱一个人来订一个便当，但是怎了有需要，就是你要替你厝内面的亲友来订便当。你会使登记，但是这个费用就是讲，你爱来交这个便当完全的钱，安尼，就是教会就是这部分就无补助。具体消息，咱本会的钟慧君姊妹，伊伫7月13号安息主怀，伫即礼拜5有一寡就是有伊的。入殓就告别礼拜、甲火化礼拜，安尼，有安奉礼拜。那请兄姐来关心代祷。告解消息，请咱自行来参阅。这是请咱三甲来因祝福切恳的诗，信息400首，愿主仁爱，甲你同行。因死煞请牧师祝祷，请起立来因转手。再来领受上帝祝福，愿恁拢通行公义、好人民、心谦卑，甲你的上帝三个行。愿咱文理团队的圣工拢通顺利推展，
和福音公团。愿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疼痛、圣神的感动甲交通，甲恁正大家同在，对这粒到永世代无尽。